鏡頭轉來咱國內，明年將要開放美國豬肉進口。行政院長蘇貞昌甲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今日到嘉義視察，飼豬協會表示，要是無贊成開放有健康掛慮的豬肉進口，希望政府落實協助台灣飼豬產業的升級。用行動表達支持國內飼豬業者的決心。行政院長蘇貞昌甲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落南嘉義視察嘉義關馬品市場，伊表示政府下決心補助8億，讓各地飼豬業同步升級。台灣豬肉因為24年來口蹄疫拔針成功了，我們要準備豬肉大拓展國外的豬肉市場，大賺錢。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所有的業者也都來，都可以看到。政府下定決心，同時大的借由這一次，我們有100億要來補助我們各地的養豬業者。蘇貞昌強調，為豬隻屠宰未來運送等，農業進一步升級，提升豬肉品質，拓展國外市場。也毋過8億基金安怎用？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，透過自8月以來30多場的說明會，已經凝聚共識，制定8大用途，除了維持國內毛豬拍賣介紹的合理區間，策略性擴大出口拓銷台灣豬，也推動屠宰場現代化，加肉品兩年升級。生產較好的品質的安尼豬啊！到屠宰場了，是毋是攏會使有 HACCP 這個驗證的制度？直接來大家報告申請一場落，互大家1000萬，互這個場來規個翻新，這個部分開上濟錢，將近46億。就算是安尼，飼豬協會也是無贊成政府開放有健康疑慮的豬仔進口。我想阮大家攏無贊成啦，吼，有健康疑慮的肉品進到台灣來，但是呢，沒關係。我們自己產業，我們自立自強。開8億基金全面升級，希望拓入肉品市場，大部分無冷藏設備的環境。農委會也規劃用3年時間，清除典型豬隻相關工作，維持國產豬肉90%的自給率。希望讓國內飼豬業者看到政府典型推動國內飼豬產業轉型的決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